每日2粒，消腫去濕就係咁簡單。Good morning, everybody！ 今日咧我要早起身開工，所以咧同大家開個晨早 live 先。今日個 topic 係乜嘢？就係 Listen to your body， 聽下大家一早起身，究竟個身體有啲乜嘢想同你講？瞓醒成日口苦口臭啊！個肚脹住去唔到廁所，成日都好眼瞓，關節成日都落聲啊！朝早起身塊面就腫啦。哦，其實呢啲咪就係濕氣重搞鬼咯。試諗下，好似一個波咁樣，你不停入啲水入裏邊，越儲越多嘅時候，你覺得個波仲彈唔彈得起啊啦？就係等同於你體內嘅濕氣積聚一樣。快靚正嘅方法咪就係排水，排完水成身輕晒。有咩方法？我就係食緊日本大學科研嘅去濕產品，真係幫到手喎。佢就係 BE 最新嘅去濕保健產品，源自日本大學科研去濕配方，針對現代人濕氣體質研發，運用排調雙效去濕機制。排佢就有大熱漢方去濕成分，包括有薏仁、紅豆、車前子、盧氏果、人參、甘草，利水消腫，快速改善鬆泡泡同埋身體虛肥嘅情況。淨係排水唔夠㗎，仲要加埋調，咁先係最好。有科研實證嘅不拔萃取物以及木西草萃取物，實驗證明有效抑制小腿體積增加高達50%，做到健脾化濕、長期預防濕氣積聚嘅功效。講真，食咗2個星期，驚喜嘅係朝頭早着鞋嘅時候，對腳咧唔會脹到覺得撐住晒，個肚咧又冇再谷住，去廁所都暢順啲啊！而家化妝前唔使狂推面啊，慳翻幾多時間啊！我食所有保健品之前咧，我都會睇清楚晒佢所有嘅資料同埋成分先至揀嘅。佢唔單止有科研認證，仲有多個真實用家體驗實證，解決濕重虛肥去濕，其實就係咁簡單。日本大學科研嘅BE去濕保健產品，而家松本清都有得買啦，快啲去睇下有咩優惠啦！